東京繡球花秘境包場式體驗，呢度係南澤繡球山。穿過繡球花之橋，路過幾條好 Q 嘅木柱，你就會嚟到呢個紫藍色嘅繡球花森林。呢座山背後嘅來源係有個孝順仔南澤成，為咗裝飾通去父母墳墓條路，就開始種繡球花，一種就50年，而家已經有成15棵啦。你見我啲畫面完全冇路人，唔係 P 走咗。呢日真係好似包咗場咁噶，講緊係連入口售票處都唔見人啊！呢日一個人喺度打卡打到就嚟天黑，講真都有啲淆底噶。建議大家搵埋朋友一齊去，有埋車就更好啦，或者坐官方嘅穿梭巴士。呢度嚟車站都真係幾遠噶。至於我呢個冇車嘅傻仔，竟然揀咗個冇巴士嘅日子嚟。唯有當行山啦。呢度嘅位置都算係東京嘅邊皮，上嚟建議至少預半日啊。